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云嘉南地区第一座的 YS 青年职业发展中心5号上午正式揭牌。这届的 YS 据点启用，嘛是全台第4处的青年职业发展中心。中心嘛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对职业探索到资讯辅导、就业媒合等等。将提供15岁到29岁的青年上完善的服务，希望会使透过这个帮助，互因找到家己喜欢的头路，同时嘛解决企业欠缺人才的问题。我们成立这个青年职业发展中心最重要的目的，我就希望说提供青年一个很个人化、专业化的职涯的服务。那当然，这包括职涯的规划，包括就业的服务，还有技能发展。在职涯的规划里面呢，我们提供的职涯的咨询，因为很多的青年朋友他毕业了或是即将毕业，他对于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呢，实际上是有一点迷惘，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职涯的咨询呢，来确定他的职涯的发展方向。当然，我们也提供一个职业的性向的测验，那也大家的交互的经验的分享，例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名人的讲座，或是一些团体的一些座谈。当然呢，我们还会再提供很多个人化的一些服务，甚至协助他对跨区就业的时候呢，什么样的工作可适合他？那有没有需要租屋或是交通的协助？当然呢，我们也协助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继续这个充实自己的技能，有没有需要接受什么样的一个职业训练等等，这个都是我们在整个职涯发展中心的一个目的。会长云嘉南分署嘛，甲云嘉南地区的大专院校以及高中职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希望会使加强双方的合作。未来 YS 青年职业发展中心嘛将行入校园，帮助更较侪学生。若是无法度亲自到中心咨询，嘛有提供线顶的服务，欢迎有需要的青年朋友多多使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伫南华山区的湾南镇新天宫，因为看到消防局欠缺车辆甲装备，伫请示庙内声明以后，5号上午由副主委关进灾情勘察车以及侪侪救灾装备。消防局副局长嘛亲自出席并代表接受，同时嘛颁发感谢状。副局长表示，这届关进的器材对救灾拢非常有帮助，嘛会好好利用这个器材来保护台南人民的安全。那即届所关键的车辆甲装备拢总230几万啦咱希望咱拍火兄弟爱好好的珍惜上好是莫用着啦，上好是莫用着啦最好是都用在训练上互咱的训练，互咱的救灾的技术更加好啦上好是莫用着即批的物件对咱非常的实用，救助的啦，包括我看一台车嘛是真悬啦，对咱的若是有饮水的所在，应该是真实用啦。建庙基金有寡建议看，咱这个委员就想讲要捐出来这个社会做公益。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档365日呢，一日24点钟拢维护咱安全的警消人员，感谢黄大队长甲各位领导下的朋友，会晓接受咱南郡圣天宫的委员甲所有的信徒的这个诚意，来添购寡器材，种训练也好，有需要也好，咱会晓搁更加顺利安尼。这届关进的设备总金额高达230万。其中，这个电动的3合1油压破坏剂，就是非常新的救灾工具，嘛会使有效的加强救灾的效率。湾南镇新天宫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的关键，抛砖引玉，互社会更较侪民众共同做好事，互整个社会更加美好。
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国民年金法的规定，当初国民年金保险费设有10档的补缴期限，也就是对民国97年开办至今，将伫今年底到期。对此，议员林美燕甲林彦竹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民众爱注意家己的权益，若无将影响未来老人年金的权利。那时候上路的话，事实上，因为他们的对象也大部分都是一些我们的家庭主妇。还有一些没有工作能力的这些人啦，那当然社会保险是希望能够照顾这个领域的人，但是他那时候有一个就是说，补缴的期限10年，那97年到今年一根期限补缴10年的期限200一根高，就是说你如果这段时间你没有缴，10年内你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想要申请那个国民年金这个等等的一些保险的话，保险金的话，你可以来在补缴你过去没有缴的这些范围，你过去无缴的，这你都会来补缴。但是10档的期限已经要到啊，你这10档内，如果在今年你无去甲你进行补缴完哦，时间到了，补缴期间到了，未来你想要补缴的权利就无啊，你想要再享用这国保年金的一些福利，我想嘛已经没有了。对此，劳保局科员也表示，如果民众无法度一概缴完，嘛用个分期；但如果无缴，未来老年年金就免个选择较好的一个月领5000多块，而且嘛免个领出身心障碍年金的基本保障。其实的话，如果说在时间内没办法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办法一次缴纳的话，其实我们建议跟劳保局办理分期摊缴，因为它事关它的权利问题。包括在老人年金给付，包括还有那个国保的身心障碍年金给付，它国保部分它有分的 A4、B4计算，所以它有欠费不记录保险年资的话，它国保不能 A4 计算，只能用 B4。那国民年金的身心障碍年金给付，它就不能有基本保障。议员表示，因为国民年金10档的期限，对着55岁以上的被保险人甲身心障碍弱势影响上大。会中议员也要求社会局伫个期限前3个月，爱全面清查，并呼吁市府加强宣导，以降低民众权益的损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为着要维护空气品质，对1805年开始推动3年3阶段早鸟方案补助汰换2行程机车的计划。伫1806年的时阵，每一台上悬补助3000块，有计汰换51240台机车。汰换比率达到历年上悬的29.4%，对今年起补助金降到2000块，明年将会降到500块，而且对1809年开始就无补助，所以环保局也呼吁市民爱量早来办理，才会当来领补助。台南市从105年开始就3阶段早鸟方案来推2行程的，鼓励民众2行程的汰除哈。那从105年到现在已经汰除掉了13万辆哈。那今年度已经有申请12000多台的一个汰除了哈。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哈，那整个一个行政院环保署的目标，我们也希望在108年能够让这些2行程机车哈全部都汰除掉。那目前在台南市在外面还有使用中，我们预估大概还有6万多台的2行程机车。那真正的涉及的大概有11万多台哈，那今年还有2000块的补助哈，那我们呼吁民众赶快把握这个机会。那明年只剩下500，那100之后109年就不再补助了哈。那希望民众来赶快来申请哈。那另外在环保局也会针对，因为很多民众对于这些2行程机车这个乌贼车哈，我们也加强了取缔哈，所以呼吁民众赶快利用这个机会做好车辆保养，那也赶快来汰除一些老旧的2行程机车。除了透过补助加速汰换2行程的机车，环保局伫咧1807年执行机车路边拦检作业时阵，针对着检验无合格车辆，也给现场开单告发。环保局再度呼吁汰换2行程机车爱量早。相关的补助资讯，可当上台南市政府环保局的网站来查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歌自细汉就出现伫咱生活当中的音乐，也有真侪人拢知影，这歌歌曲拢是由着柯少一位台湾早期大师所作曲创作出来的。
市府文化局为着要让小朋友买当熟悉到柯照，这位台湾音乐历史上重要的创作者，特别甲青林国际来合作，发行了这本柯照的台湾歌绘本，内底丰富的图片画出了柯照大师的创作情景，甲伊创作时阵的专心模样，要互较侪小朋友借由绘本来熟悉这位台湾音乐大师。那其实我看了里面的这些图画，其实都非常的传神哦，包括像这些纸上的钢琴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让我看了之后会觉得能够感受出许石老师当时候在经济非常困顿的时候，那其实还是不断的从事创作跟音乐上的练习。那如何透过纸上的钢琴去做他的创作我觉得在这一本绘本书当中，透过这些图画都能够非常传神的来告诉大家这一切那我想这一本书其实透过老师创作的歌曲来描述他的一生，譬如说《南都之夜》那我想这一首歌曲，即使大家不知道那一首歌叫做《南都之夜》，但是只要听到那个旋律我相信不管是长辈们也好，或是年轻的朋友也好，其实都会很熟悉这样子的一个旋律。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一首最早的歌曲叫《南都之夜》柯照的台湾歌这本绘本是依照《南都夜曲》这首歌，用拟人化的角度来描写着主角柯照甲伊一生创作的故事。故事的内容适合着大小朋友来观看。对这本小小的绘本当中，咱也会当更加亲密来熟悉着这位台湾音乐历史上的经典人物。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长期以来帮助绿色国立国际董事长吴志雄，平时除了热心公益，曾经担任良友会会长。甲现任市昆新龙山市的主任委员，因为平时接触未少的长者甲绿色，发现一寡家庭较困苦，甚至无依无靠，需要人帮忙处理后事。对此特别设立一间善恒生命关怀服务公司，并且伫上午正式开幕。开这个公司就是伫阮这个吴志祥吴大哥就是这两位会长的这个赞助支持之下，然后我们要来开这个公司。我们开这个公司，我有一个大宗旨，我们就是要帮助弱势、扶助贫困，就是说，在这个各位大家就是说很多人的帮助之下，然后在这个公司今天可以在这里顺利的成功开幕这样子，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主要就是这个宗旨，把这个宗旨。那个扶助贫困、帮助弱势，这个宗旨要把它做出来，这样。到场贵宾有真多，包括议员詹顺良、罗坤福、蔡淑慧、李中贤等，也有侪民间社团、高度爱心会，甲一寡外籍关怀协会等。未来该公司也将设立善恒生命关怀协会，结合社会大众，共同帮助绿色。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暑假到啊，侪餐厅拢会拍出优惠来刺激消费。台南一间5星级饭店的西餐厅，也趁着暑假期间打造全新的用餐环境，并且推出了大分量的新菜式，甲侪优惠活动，就是要吸引消费者小少前来享受美食。
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位于2楼的冷妹子牛排龙虾馆哦。那今天很高兴哦，在我们欢庆2周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了新菜色的一个上市。那即将在7月6号起，我们全新的菜色呈现给我们的所有的在地的那个美食饕客，也欢迎大家在这段期间来享受美食哦。那新的菜色其实从7月2号上市之后，我们有欢喜3重送哦。那第一重也就是在7月6号的当天呢，我们会有做你只要单点我们的牛排，我们就会送你海鲜。那你只要点我们的龙虾，我们就会送给你1桶非常满足的一个1桶骨的一个新菜色哦。那这个只限7月6号。那第2重呢，也就是从7月6号起到8月31号，我们只要到我们的牛排馆来做消费，那我们欢迎大家为我们填写我们的餐饮意见表。填写完之后，我们马上送你买1送1券，相对于5折，非常的划算。买1送1券，那免费送给我们的美食一个好朋友们。那第3重呢，也就是在暑假期间，我们特别加开了礼拜6跟礼拜天中午时段。那只要您在这个时候来消费的话，我们当然也有好康送给您。您只要点我们的单点，我们马上帮你升等为套餐。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填写我们的意见调查表，再获得买1送1的一个餐券。饭店这届推出各式各项的餐点，就是由马来西亚籍的总铺师黄印仁亲自料理。除了保留原本受欢迎的乐眼牛排，也推出真侪人会当做伙分享的美食，亲像是龙虾、宝椒、鲈鱼以及规桶的海产等等，来满足到无同款消费者的胃口，就是要吸引民众大家斗阵来吃美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咧运河新庄计划区边仔这间新旅馆，不但店名号做啤酒花大酒店，真趣味，而且店内装潢甲设计拢充满了厚厚的美丽风味。其中上界壮观的是柜仔顶头有世界各国进口的美女，五彩缤纷的摆开，真正相当的水。房间内底也阁有侪侪酒杯仔顶甲装饰，是充满现代感觉的设计风格。当时号名叫做啤酒花。也阁有一点历史的意义。啤酒花为什么会叫啤酒花的原因，是因为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官员们、大官们会在这个中正路这个区域、金华区这个区域做休闲与饮酒的动作，所以我们想这个主题会这样子来的原因，就是想说做地理性的结合，所以我们才会取名叫啤酒花。当然，美女就是这间啤酒花大酒店主打的重点，所以各种风味的美女，大家拢会有专业的服务人员，让顾客会当新鲜，马上就啉得到。那其实喝酒这个文化在台湾的话，也蛮盛行的。大家看到可能但是就比较快炒店这样子，但是在德国啊，其实在欧洲的系列这方面，喝酒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对啊，就是像在路上你喊干杯，你喊 cheers， 甚至都会有一群人跟着你走就开喝了这样子。那我们这边的话，进的酒就比较纯比利时系，真的从比利时这边进口过来，是希望可以让来啤酒花的旅客，除了一些市售的啤酒之外，也可以喝到一些在台湾你比较少喝到的酒，接触一些所谓的精酿啤酒这一块的啤酒。伫这四界拢营造了欢乐的饮酒气氛，佮搭配了现在世界卡球比赛，大家拢想要做伙饮酒、做伙看球。啤酒花大酒店，相信是济民众的好去处。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市府卫生局甲远传电信合作，推动远距健康照护、智慧宽屏的应用城市计划，经过一档外建制甲实地操作。目前，伫全市37区，总共设置了300个健康测量站。透过这台红白色的血压计，目前每个月上传的资料超过6万笔。2号中昼选伫市立病院来发表成果。事实上，假如是说有一个好的照护机制，那么透过这种资讯的这些应用，那么跟医疗院所那么有一些结合。我想对照护的成效是会改善很多那事实上，这个计划就是这个意涵
那么我们再从去年到现在，包括我们本院跟友院啊，不管是在这个社区形态的，或者是居家形态的啊，也都有照护了不少的变换。那这些成效都相当良好啊。我们从去年开始找我们私立医院蔡院长这边来协助我们，所以我们已经在社区里面找一些个案来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模式来做推动，所以我们希望是日后我们这个计划能扩大到每一个角落去，37个区都有相关的医疗院所来协助，另外还有社区的民众能全部来配合。远距健康照护分做社区甲居家两种的模式。社区型透过各管师甲社区的志工，提醒民众定期到血压站来量血压；而居家照护则是透过具有通讯功能的居家式血压计，将民众伫厝内量的数据传到云端，提供医师做调整用药。目前的做法就是把这个血压的资料把它放到这 APP 里面，大家可以透过自主管理，就是自己看，哎呀，今天的这次的血压跟上一次血压的变化，那或者是也可以分享给亲朋好友。那透过亲朋好友来提醒说你会修管啊，那透过这样子能够去把血压降下来。那我想这个可能都是这个比较偏向于自主管理。虽然我们觉得在自主管理，因为过去因为有家人的提醒，本来我们的长辈朋友可能都不爱吃药，或者是觉得弄不要紧。那因为透过亲人的提醒之后，那其实有用药之后，他本来就该用药而未用药，因为提醒之后而用药，血压可以下降。经过将近1冬的追踪统计，配合定期的卫教，目前发现社区照护型的血压有将近1成的下降，而居家照护民众血压嘛有3至6%的下降率，初步展现了成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